大街小巷拢压保安机的店家，也毋过有一寡机台无单纯，可能有跋筊的嫌疑。这个顺德的警方判一个伫咧学区附近的压保安机，透过特殊的算法，要互民众来定卖。讲只要成功来夹到2碗泡面，把这个相片传到店家所设立的奶的群组，就会当换一届的戳戳乐，会当来兑换到价值较悬的奖品。警方讲，这种的算法可能会互人有迄种以小博大的投机的心态，根本就是咧跋筊。当场查扣到机台相关的设备，而且约谈这个游乐场的负责人到案说明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